可能你兄弟姊妹要到半夜也愛離開，半夜不看人離開，滅到自家單殺孤單單，嗱，撇就自家做老人家，師傅出家做社，師傅去撇就小都做社，自家創落熱責老人撇就兩個老人孤單單。嗱，唔好似個孤單，但係呢，因為呢個約翰福音14至18節按樣人講到，愛是唔是表現你固執，所以自家係相信耶穌基督係自家嘅天父，自家要聖靈嘅同在。因為呢個約翰福音14、16節耶穌講愛個天父陀，亦就叫你嘅，雖然你遠跟你同在。嗰係咪啦？上帝派嘅山啦，耶穌基督嘅天父陀聖靈下嚟，降下嚟落自家嘅心中，大家同在到永遠。約翰福音14、17呢一度係咪啦？要聖靈在佢嘅心中度理係。三回人冇相信耶穌基督做救主，當然佢唔啲要講個聖靈落心中度理，牽帶自家永遠嘅阿門。